若虚空不雅岸，不离当处常正人。一己之君不见，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不可得中只么得。莫使说，说使默，法师门开无庸塞。有人问我解何中，报道摩诃般若力。或是或非人不是，逆行顺行天莫测。吾早曾经多劫修，不是等闲相狂惑。见法床，立宗旨，明明否斥曹溪氏。第一迦摄手传灯，28代西天记。东流入此土，菩提达摩为初主。6代传一天下闻，后人得道何穷数。真不立，妄不空，有无俱浅，不空空。20空门原不着，一性如来自同。心是根，法是尘，两种犹如镜上痕。痕垢尽除光始现，心法双旺性极真。皆末法而实事，众生福薄难调治。去甚远兮邪见深，魔强法弱多怨害。闻说如来顿教门，恨不灭除令瓦解。坐在身，坐在心，将在身。不须怨诉更由人，欲得不招无间业。莫谤如来正法轮。甘檀林，无杂树，欲觅僧尘狮子住。静静林间独自游，走兽飞禽皆远去。狮子儿纵随后，3岁便能大笑吼。若是也甘主法王，100年妖怪须开口。圆顿教没人情，有疑不决只须争。不是三三成人我，修行过断肠坑。非不非，是不是？他知毫厘失千里。是则龙女顿成佛，非则善心生现罪。吾早年来积学问，亦曾书寻经论，分别名相不知修。入海算沙不自困，却被如来苦苛责。属他珍宝有何益？从来蹭蹬绝须行，多年枉作终成鹤。冗细邪，错之解，不达如来圆顿智。二圣精进没道心，外道聪明无智慧。一愚痴，一小孩，空拳指上生死界。直指为月施功，根茎中须捏怪。不见一法即如来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了即业障本来空，未了因须还数债。机逢王善不能参，并欲依王真得陀。待欲行禅知见力，终生莲终不坏。永失犯众悟无生，有时成佛于今在。狮子吼无畏说，身皆懵懂顽皮答。只知犯众障菩提，不见如来开秘诀。有2比丘犯淫杀，玻璃荧光增罪劫。维摩大士顿除疑，犹如赫日消霜雪。不思议解脱力，妙用恒沙也无极。日世供养持熬，万两黄金亦消得。本古对身未足酬，一句了然超100亿。中王最高圣，恒沙如来同共振。我今解此如意珠，信受之者皆相应。了了见，无一物，亦无人，亦无佛。大千沙界，中偶一切圣贤如电符。假使铁轮顶上悬，定会圆明终不失。日可冷，月可热，众魔不能坏真说。向驾真人慢进图，谁见螳螂
能拒策。大象不游于兔径，大物不居于小节。莫将管见谤苍苍，未了吾今为君绝。风颂弥勒救苦真经，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入平山地。拈花应正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始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。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木。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。滚圆古策在中央，老木降下通天窍。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回家去。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之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后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车请道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补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滚奖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悔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太祥祈福太祥诵经祈福，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洪诗婷，姓氏林离香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。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
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。世所至岛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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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一起诵经回向，也谢谢梨香姐姐帮忙后学附送哦。好，后学学习完毕，晚安。晚安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晚安哦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哦。拜拜，小阿姨晚安哈。各位前贤红坛主晚安。明天要导读哦。前贤晚安。感恩。明天导读。很优秀的前贤晚安哦。红坛主晚安啊，林爸爸晚安啊，蔡前贤晚安啊。感恩啊，感恩。爸爸晚安，家人晚安，拜拜，明天见，赵老师晚安。红坛主晚安哦，明天见啊！感恩啊，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